Zimon leje kung kung sa. Z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. Nga lo de yi. 俺你做也，巴士从给这边米，他们巴士从特一档。俺去第一个罗用过怎样？罗督错，俺去写一个罗工节呢，第二个努点做了罗用谢谢。把人从未不摸，对恰，卖火柴的小女孩儿上，可怜的小女孩儿，她又冷又饿，哆哆嗦嗦地向前走。雪花儿落在她的金黄的长头发上，那头发打成卷儿，披在肩上，看上去很美丽。不过，她没注意这些。每个窗子里都透出灯光来，街上飘着一股烤鹅的香味儿。因为这是大年夜，他可忘不了这个。他在一座房子的墙角里坐下来，卷着腿缩成一团儿。他觉得更冷了，他不敢回家，因为他没卖掉一根火柴，没挣到1个钱。爸爸一定会打他的。再说，家里跟街上一样冷，他们头上只有个房顶，虽然最大的裂缝已经用草和破布堵住了，风还是可以灌进来。他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啊！哪怕一根小小的火柴，对他也是有好处的。他敢从成把的火柴里抽出一根，在墙上擦燃了，来暖和自己的小手吗？他终于抽出了一根，吃，火柴燃起来了。真正人这位不摸一人哦，摸都嫌瞧你，那谁些人那的送，卡位没多，没3多个扎绿定的满对不多，扎兄弟啦，扎路7月边。在那哈中几把的，问叫没得到了研究些姐妹，给看人的呢，认为出现，长松跟的下这边这样疼的，但呢，南宫个参谋一边，没得这么些，我恐怕一个这看着，苏北公里得把动，老把中为弄一些熊，我讲的路没求比第1件呢，把样攻击中总马头把动。我干嘛公用马兰比，阿比莫同意呀？用这些呢，抢的怂用，可最恐怕啦，空来马都没把动。中个给色切去难色，咋动人生总也中，3百么可把，长松的中啊7万的，没老把穷你个瞧你起来年位，把人攻击咱家每位中莫了村的，简直追7万了哦，没把人蒙不弄的。攻击弄的，就没是怎么办的？没老把穷的买了手拍的，他们没把也攻击弄的，说谁办呢？没见老把谁？个人的拉蒂查姐，俺去他年3把开始用的这些，哆哆嗦嗦，那西西卷缩，看吧。可怜的小女孩，她又冷又饿，哆哆嗦嗦地向前走。真正人这位不摸一人，莫都心中里，那西西些人等的从。但俺去念的，他念这些过来记得，他念这些。词语解释：哆哆嗦嗦，哆哆嗦嗦就是形容因受外界刺激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动，牙齿上下打架的状态。那西西一般呢，小罗也讲很虚态呢，流不大为对。卷缩，卷缩就是形容身躯卷曲、紧缩的状态。看吧一般呢，公劳动流不更必对。写的什么？语言文化小贴士。
安徒生，丹麦作家、童话大师。1805年4月2日生于丹麦飞鹰岛欧登塞的贫民窟，受过大学教育。父亲是个穷鞋匠，曾志愿服役，抗击拿破仑的侵略。退伍后于1816年病故。当洗衣工的母亲不久即改嫁。安徒生从小就为贫困所折磨，先后在几家店铺里做学徒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。少年时代即对舞台发生兴趣，幻想当一名歌唱家、演员或剧作家。1819年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当了一名小配角，后因嗓子湿润被解雇，从此开始学习写作，但写的剧本完全不适宜于演出，没有为剧院所采用。1822年得到剧院导演约纳斯·科林的资助，就读于斯莱厄尔瑟的一所文法学校。俺今年的他念沙巴地错下用这些。哆哆嗦嗦，大西西，卷缩，看吧，可怜的小女孩，她又冷又饿，哆哆嗦嗦地向前走。真正理解为不母一人，莫都心中的大西西些人等的从。老朱错，前期别人个努得从马写一句，但俺去举行了啊。我个家一弄，看吧是被他念的工人。臂蜷缩，连地说，年真的接触不错，但俺今年的别人个乱菜努得用下金段啊。可怜的小女孩，她又冷又饿，哆哆嗦嗦地向前走。雪花落在她的金黄的长头发上，那头发打成卷儿披在肩上，看上去很美丽。不过她没注意这些，每个窗子里都透出灯光来，街上飘着一股烤鹅的香味儿。因为这是大年夜，她可忘不了这个。她在一座房子的墙角里坐下来，蜷着腿缩成一团。她觉得更冷了。他不敢回家，因为他没卖掉一根火柴，没挣到1个钱，爸爸一定会打他的。再说家里跟街上一样冷，他们头上只有个房顶，虽然最大的裂缝已经用草和破布堵住了，风还是可以灌进来。他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。啊，哪怕一根小小的火柴，对他也是有好处的。他敢从成把的火柴里抽出一根，在墙上擦燃了，来暖和暖和自己的小手吗？他终于抽出了一根，嗤，火柴燃起来了。老朱错，别人个路着藏的人就这，打从马demo起，demo，周波起我个前年按住兰扎些些呢，俺去连线都去拿，连些将能把些连比过个月。